20干菜，害了客家春气，占日润。民国40年代，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时，满片都看得到阿兵哥。冷天时，嗰條阿兵哥全都將人噴嘅大河坡山。我哋莊下人看到呢條邊呢，就很記得河坡邊。有講記得係長山呢，其實很記得按到長山呢，有多少看聽人嘅感覺。講事實，我哋全未係長山呢。除了年出名以外，只不過來台灣嘅時間又早又慢停停。該樣是主食，暖水洗身，沒少跳槽，就會少沙灘。我哋先不該蔬菜，很少有人少沙灘。大體都係少超，有啲人會少味啦，嗰係日本味。有沒有人講坦然，就係用產水嘅沙灘，做成冉冉，東岸一空一空嘅轉呢，還蠻有牙齒，用田嗰就很好，唔是講嘞。有年冷天照身頭打走，政府介入呢來到這河坡邊，想來買到超貨就盤洗身，人生路不熟，講解話就冇相通，佢講解係面向北方嘅話。我哋先部分提改良時，全係講開了客，故所以南向北調，交通實在講有好困難的。佢問責個路人按都好，就大了就勸，請問哪裡有賣乾菜的？該隻本地人挺熱心，只能路老幾講，兩條路剛出去，嗰條街上左邊行，第三間就係火動車，乜街都有。佢就該本地人講解，行啊行，行到該間店面。天然來，很難做事，門蠻開，佢碰下門，店頭家出來開門，門一開，佢看到店內貴件嘅乾菜一副副，頓然擺到張張，頭家蠻開咗，佢就抬嘛，哪裡個逼？這哪裡是乾菜？該頭家是小小用黑人講，唔是比，大幅都係6.4